说嘛该啊，不用说啊。讲法死上条的，唔会让款票的民众骗人骗人，干嘛骗人结婚啊？警察，警察先生，老板，这个小朋友今天有来吗？老师，奥斯卡的老师打电话来。我声音你唔见听咧？巴啦啦叭叭，离开个世界老火碟天，巴啦啦叭叭，无个把头讲养爱初上，记得讲我嘅话，有地做本意准做笑话，走吧就走吧，全部是来老爱做怕，有钱用慢嘅路，来一步向前，爱行难去，用爱有个一百，用嘅所在行行要停停，相爱用怪个意，营养沙天爱天天，故手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带的梦多。怎么改嘅广告嘅法，一群龙已经思念一样无穷电台，留白嘅梦，本意行个就从黑啦来个，也有人语，也有人呀，直到时间不分哪里都快乐的快一个俩丢给，就本地离开爱嘅世界，想我记得，我永远的，给公路给我一个你是路，留白的一切就不光带走，你来的时候。And never say love again. 请问今年清明一拜，同性嘅联络系乜嘅时间？我平时做伙接俺某会上课下课，根本日去上半年，我本来爱去接佢下课，不过我的学生的爱钢琴鉴定，根本日临时加课。小凯，歹势啦，阿妹根本日咧考复上头较红，你先到先生的办公室等来好无？做唔得，你这个行业也摆喺补习班，太危险的啦。好啦好啦，刚我去洗你哈，阿妹还阁注意讲。好，拜拜。怎么刚刚那个小节又快了呢？这首练几个礼拜了？来，我给你看一下我女儿的影片。老师，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啦。那你看过很多次，怎么没有学起来？来，你看。我当初叫陈建勋帮我来的，很记迄几拢9点，哪几拢9钟来。不过期末费，我老到期有只有出去交的。医院今年有突发医疗纠纷，牙术给今年的主模都生病。唔嚟，温丽姐，北京贝可哥打来说要跟你确认下个月开会时间。我的行程都在你手上，你决定就好了。还有晚上要专访你跟你老公的记者，说晚半个小时到。那记得通知我先生。好的。蒂芙尼副总他讲重点。副总好。还在等什么？开始了。副总，对不起，再下个就好。几次了？
这个什么嘅？我平時做事都無閒，無事唔會同奧斯卡聯絡。唔怕啦，歸到家長就會安尼啦，吼。我已經通報警網嘅，各位家長做得歸去等消息咧，吼。等一下，我通报警网係嘛個意思啊？俺做冇可能唔到你錢嗎？俺冇人呀，可能會有危險嘅，對嗎？我哋條面可以用擔心，吼，為咗社員嘅安全，已經擴大協尋了，故所唔是警總啦，吼。警察先生，我哎，小蕊妈妈，警察已经在找，你冷静一下。我女兒不見了，你現在要我怎麼冷靜啊？富士媽媽，唔驚老記條講啊，很記條觸動所有警察先聲音的啊。我知道有可能係我父子好搞，帶小凱老是個出去搞誒，老太搞挺麻煩的。是你，不要這麼說，就算是孩子能跑多遠，要不這樣，我們去孩子他們可能會去的地方找找看，或許會找到孩子們呢。老总，你放心，今天的彩排呢非常的顺利，记者呢我都安排好了，明天发表会绝对精彩的。这么个来看我。唔好乱变，我煞非无欢喜。你变恩要一起吗？奇怪。喂，张老师吗？你好，我是奥斯卡的爸爸，请问奥斯卡有在你们家吗？没有啊，我今天都没有看到他。没有，他今天不是要上家教吗？你们家最近连续请了好多天假，我以为你们又有活动。张老师，我们要请假都会事先跟你说，那你没有接到他，怎么没通知我们呢？我有打给维尼啊，他没接啊。平常讲期有大问，你有冇食？我咖啡冇放片。古说唔免冇食，迄条丝唔食。用数量，无限，我咩都无限啊！买枪很凶冇，你做乜嘅唔关心奥斯卡？我冇接到電話，嗰時奧斯卡唔見，係我唔錯係。迄個唔多關心奧斯卡一些，根本就冇這種事情。原來你唔關心佢啊？連家東西兵都來做唔知，也喊做關心。講喏，家聯絡鋪愛搶咩？做嘢愛老記負心嘅，唔講啦。古說咧，我也我。也冇當然，迄唔有心也冇心。我清理咧，我也用嘅。冇用嘅，愛搶迄體相，冇唔記得，唔係奧斯卡嘅阿妹。我當初已經說過，我不想要這麼快生小孩，是你堅持要生的，是你讓這小孩受苦的。来，这个给你们看，就是这个嘛。
哦，好，李长，谢谢啊。好，不会。我会本他走的，基本他走的。不可能啊！这卡没钱啊，怎么给老夫子他走啊？送茶。还给留太有钱，可是给多半年，连老夫子叫他读。唔好乱讲啊！俺先生请去伊才教书的，但有要改钱啊。喂，王老师。奥斯卡妈妈，小孩真的被带走了。监视器的关系，没有办法把车牌拍得很清楚，已经请警方过来调画面，带我一起回警局，看他们怎么处理。好，我知道，那我现在马上过去。王老师，你电话声音呢？恐吓唔紧听。凯青妈妈，你先别紧张，警察他们已经开始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了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。记得听说迄本唔读者的，不过记得做唔是外公的法。没啦，你先莫叫啦，内底有通道吼，大家只有上网去请声音的。唔骗人，我做么看到唔到红通啊？无啦，其他嘅同事我都拢要判案啊，大家就会照流程，一步一步来，依法行事啊。小凯妈妈，警察讲的没有道理，有的事情吼，我会听得来。你做嘛该推警察讲法？唔管是娘仔的迄件事情，俺妹迄唔敢摕，俺要死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外地硬性也唔检摕，唔当紧张，当担心。但有看过监视器画面吼，声音的看起来唔像本人带走的。从我嘅经验来看，没有可能迄老朋友出去了，也是离家出走。你讲的嘛该法啊？几张几多写啊？计算你要视察的，迄太人呢？俺妹心怪呢，你有可能有亚种朋友啊？警察先生，亚妈还请你讲清楚。冇啊，就是依法行事嘛，我们要照。你大概意思啊？啊？你是不是要吃案？我们绝对不会。长官谁？叫你讲得出来？不用这么紧张哦。你是看不起我吗？叫你讲得出来？觉得我们女生好欺负吗？没有。你现在警察都这样子吗？根本你不查走黑眼位，唔系两位哦。矮迪啦。你是不是要吃案？不用这么紧张哦。叫你讲得出来？你是看不起我吗？你觉得我们女生好欺负吗？没有。你现在警察都这样子吗？好啦吼。好，矮迪，无安尼啦吼，大家先转去，有乜嘅消息，硬要留大家讲，好，也是大家早上再过来，好冇？做乜叫你提供你？冇啦，硬定哦，还有讲吼。你刚刚讲的全部都是借口，什么已经去找小孩了，什么流程的？如果今天不见的是总统的小孩，你们会这么悠哉吗？小姐，你冷静一下，我明白你现在。今天晚上我就要看到我的小孩。我们警察其实也跟你一样，
很希望赶快把小朋友找到。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废话，把你们最大的叫出来。小姐，请你讲话放尊重一点哦。你要我讲话放尊重一点，那我现在就打给记者，顺便请你们局长过来。哪个事情啊？崔总，崔总啊，民众微波儿童失踪，还有哪个事情？哦，爱弟。各位家长，无事，挨到警察，听说被杀手了，说你咧침毒，请大家放心，做了专业血困。要下警察安尼拍弄你啊？哪位啊？挨你副生意本意放假，你还无用无劲。哦，无要无劲啦。我老人讲，年年付是合理的，不过少年的失踪有同多种可能，可能是本唔放假啊，可能是出去搞啊。故说，聊聊警察做唔到变过，因为可能先扩大寻找张讲的。挨奥斯卡懂乖，无可能出去搞。这也会做按你讲啊。你现在是在羞辱我吗？羞辱啊，无啦，迄挨经验分享听听。迄个挨奥斯卡有乜个意外？万福记。坦白讲，100读1集 OK，100读3集 too many， 无可能。唔讲啊，万福记。一下讲附近忙的是，我等人叫到天发上来请来。干嘛个天发？透钱的天发啊！因为大本你懂你透钱，我会大本癌。唔讲也中发，唔系咩人啊？莫碰俺媳妇啊！你莫按你哦！莫按你哦！住手！警察大人啊！看到没？警察大人！好呀！俺媳妇，好呀！俺媳妇按你哦！老人讲哦，讲你胡闹下去，将这种妨碍公务移送法办。叔啊，寻到俺妹的金钱，俺绝对唔走。来啊！莫按你哦！尊重一点啊！你莫按你哦！吕正琼老师，请问你现在为何出现在警察局？拍谁？女儿被绑架了，是真的吗？不好意思。在哪里被绑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请问可以说明一下吗？可以说明一为下何出现在警察局？好吗？你有什么好讲？按到记者哦。你要绯闻哦，不要死的哦。啪啪啪，点呀小叮当，较正经点好吗？行啊！拍谁？慢慢走啊。真向两个山，小凯真嘅唔敢摕，佢敢飞。唔会啦。唔过奥斯卡妈妈今天爱讲不会有事情，干嘛呢？嘿啦，唔会啦，好，不会有事情。可以说明一下吗？请问一下，为何跟家属吵架？警方是不是有涉案的嫌疑？ No comment。为何跟家属吵架？哦，拍谁 ？No comment。警方哦，No comment。为什么跟家属吵架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哦，No comment 啊。崔总，雷梦，你很多记者，
犯什么该事情啊？你先过来看啊。不爱姐夫啊！哎，冇按钮，哎，冇按钮，冇按钮，姐夫，姐夫，奶奶，冇啊，奶奶，唔得啦，你解姐夫啊，冇按钮啊，奶奶做唔得，冇按钮，好嘅啦，赶紧回到下去哦，改种保安公务移动法办。你走哪呀？你走哪个天气改说你走，你走啊！哎，冇按钮啦，重一点，重一点。你右边麦给出事，那个是啊，你去啦，弟弟。有发次讲，麻烦。请媒体炒新闻爱伫好济。你爸都爱好诶，那 heavy 都 Oscar。这个啦，迄事情免爱吵，迄公司的本唔免啊，迄4天拢干啥？是，妈你不会死啊？哎，莫乱讲好无？俺老硬不用讲法，做唔得啊？该就抢咯，世上对诶，超多年的啦。俺讲妈去搞操动呢。妈娘不用吼，超多爱啦。太一家全球小生人嘞，你莫因为哦，这个无对哦，就妈不用吧。俺无对，硬不用叫跳呀，抢门唔定啊。定哎呀，吃天发啦。等一下上架嘛。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娘啊，喂马斯，这那边人，哎呦，糟蹋人不喂，妈咪 ，Oscar。喂，妈咪 ，Oscar， 喂，喂，奥斯卡妈妈，你有当到雅夫这上吗啊？干咩呢？你有睇到架相冇？但请 Oscar， 韩国去东京。干咩生意不能打走啊？速皮嘞，小高，追踪一下发地点。假啦！都有。冇乜冲啊，係啊，應該唔會啊。哪面你凶啊？是不是要等出闹出人命，你们才肯认真办案啊？你也條件講放假，要你偷錢，這樣算放假？係啊。那你們叫做偷錢的天吧？冇啊。我 Oscar 有危險，我還告那個流程。我時間老唔夠啦。邱總請。阿 B，對辦公室。好。把家中的數據點到 Q 的監聽設備，好，隨時準備接電話。冇問題。丫頭東西叔叔啊，聽下啦，叫條東西叔叔啊，數據會帶哦。
但是请问一下，你跟爆料中的影片警官熟吗？不好意思，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妹妹，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昨天晚上有事，睡太晚。睡太晚，昨天打电都不接。今天晚上一定陪你嘛，好不好？最好是。好了啦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让轰轰打一团糟。机器好了。好，我现在的声音就得写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昨天深夜，周刊即时新闻刊登3名孩童失踪，家属报案，警察疑似吃案的案子后，引发网友与民众强烈的不满。警方至今未公开说明案情，而针对爆料影片中的远警办案态度，警方也未曾提出回应。本来在解释。唉，学长啊，那个是，学长，那件事情真单纯，这年的事情，俺做只有场戏判啊。你有冇以为个新闻？你有冇会敌啊？怕那在家中去爆料啊？去讲啊！民众来报案，人就受理。你吵吵闹闹上新闻，肯定下。有啦，有受理啦。不过，记得变硬要用报告来判呢。连一同勒出电话主谋，人叫王用做的凊彩讲迄报告案啦。你讲也没报告？喊你去调查。局长，学长，事情总是长戏呢。那大家家中做年老，杨警方用着做事情。局长，唔拖更高的时间，人来讲，要除暴安良，打击犯罪，要本所有的人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你记得吗？有，我通以前变哦。我伫亚十湾呢，线索动手，问题同多。不过唔讲一万就讲万一啦，也不是人讲。因为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因为好好本因着民众过幸福的日子。学长，哦，有皮头马给冇？妈咪，我打出皮啊！我给神，拍摄啊！我当初已经说过，我不想要这么快生小孩，是你坚持要生的，是你让这小孩要受苦的。焦点话题带来关心，3月8日发生的失踪嘅案例，其中发牌有电影杀嘅14岁阿妹嘅李凯清，佢阿爸就係知名度当过嘅报告名师李正福。听说你的女儿被绑架了，是真的吗？不好意思，在哪里被绑的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这我蛮好讲。请问可以说明一下吗？为何现在出现在警察局？在哪里被绑的？不好意思，说明一下嘛。不好意思，请说明一下。李正雄打造为全国清泰嘅报告王国，做得讲係报告之王。我家嘅家庭成法，出我家嘅事业安心起嚟。日泰嘅每夜啲4年前因為催淚過身，雖然警方研判嘅係意外，不過有傳言指出係因為上日鬥爭，就會造成日每夜嘅不幸。以上就压下情形。像各位家长各想看啦，按佢有乜嘅奇怪人，係奇怪事情冇？
敢唔系抓紧针对数？不过之前小乐佢抓老头摆是冇重要哈。第一句讲出来，不留夜多，生年呢也冇安全。伢姨爷按叫云的去老师，就系唔啦，唔老见到你熊大还宋天师吼。姑嫂嘞，敢唔系见到你熊爱播严肃，张飞可怜到眼妹啊！警察先生，听说迄姨爷老年给严肃，张飞案的啦。小凯妈妈，你怎么可以通啊？冷清，还两个冷清啊！我平时伫好教做爱心妈妈，然后唔着会说嘅，看做个乞丐，一下唔着会说嘅，一早带翻眼妹，一早开眼妹本人读书，我两个冷清啊！你拢讲嘛该啊？我冇乱讲，我讲话迄事实。讲你唔讲，你太妹你用死的。唔着早应该好好反省一下，上看到迄万人踢做硬来的。你讲嘛？你讲到嘛太妹是嘛？啊？若死囝做案胎，李氏从严也唔免无可能的啊。你弄啥？伊都死嘞，还在跟闹？统统安静！请号20255340包包奖状联络部。行通。生意终于帮伊放假。等下再讲。这说什么意思哦？啊？我怎么会有事情？怎么会有事情啊？兄弟，你来了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。什么？没事。没事啊。有危险吗？我情绪变些了。阿妹本人读书，佢本人读书。给阿丁来，给阿丁来。小凯妈妈，你先莫去通啦，警察伫去调查的。俺丈夫唔激通啊，咁我係本人讀咗嘅，我敢唔會送人來嘅。我當然會笑啊，不過只冇一下確定性嘅唔係亂做。你相信警察，聽說會攞幾多大眾來。這樣，你係兩個事，警察雖然要潛到你，幾下點來？對方愛乜計啊？係咪係愛錢啊？係你福嘅，係你財，又愛乜計啊？還唔得佢條愛罵啦，哦，冇記啦。還不管佢條愛乜計，做本佢條，我冇嘢轉來，唔係警察都派到你，你老妹一前轉來好冇？好啦好啦，係啲啦。
警方可以说明一下吗？问一下，说明一下吗？上次有交代哈，我们呢暂时不受访，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再多说一下嘛，可以再多说几下啊。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再多说一下嘛，可以再多说几下啊。Amy，怎么啦？你看，你认真工作的样子，真的好美哦。你到底是来工作还是来玩的？哎，你是没吃早餐啊？血糖这么低，才会这么暴躁。我很忙，没空吃。在跟谁聊？哦，没有啦，工作的事。哦。包包奖状联络部，替点咩暗示哟？请问，包包奖状联络部同迄也做老好教有关，迄唔迄安师老好教有乜嘅关联？有可能。哎，主任，请教一下哦，那些资料跟学校有什么关联吗？这个嘛，李主任，现在不是结巴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就赶快说。包包奖状联络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跟谁有关？这3样东西本来就是很平常的东西，我真的想不出什么。哦，所以现在学校是要推卸责任啊？人家好像请先受请谁人呢？唔可以请人出水。给你用做的排除了可能哦。你这个证明报告老廖条线索是无相关啊。啊，迄希望大家理性解决问题，无经济的乱传，对请谁人无帮助。你用顶爱无经济啊？学校这种单位最怕被追究责任，能躲就尽量躲啊。我是媒体人，我最清楚。要唔迄经济，迄唔对媒体人自以为是。乃自以为是，你用我们老主任确认啊？你们给啊？有没有心要负责啊？有你妈妈，我说过很多次，叫我维尼。维尼，我们没有要逃避什么责任，那就请主任你好好的、仔细的思考一下，包包奖状联络部到底有什么含义，帮我们解一下谜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自己各自找线索，现在到处都有可能，我们集思广益啊！也谢谢主任，辛苦了。那我先回学校。好，谢谢。草乜嘅啊？嘿啦，政管会查出来的，唔但将包包、奖状、联络簿，还有给读书师啊，那查出来嘛个意思啊？很不有嘛个意思？就会赎金2025万，也就系绑匪爱的，咩？也唔系冇可能，不过冇听说绑匪有其他意思呢？啊？就像讲要条疏失证明喺赎金后啊，唔提其他啥意思，钱还不慢你啊？因为哪现在呢？队长，要考虑到唐上冲去查嘅情况。陈正 Q 型的上嘅查，还有4到3天嘅变异。强用嘅查呀，就会找不年李总给骗看到一个台，系冇？父子妈妈，董兄，真跟董兄。阿 B，给你查一下，随时回报。好，冇问题。你好，妈，有咩爱去？我要请阿妹。我咩去？都唔得啦，人家请公司嘛固定，唔对啊，无应该提议啦，吼，我记。唔过我要请妹啊。警官，一般用讲去警察的，查到犯人的机会高吗？难讲，相片迄都模糊，难判断啊。哪个意思啊？姑嫂也还有爱继续等啊？姑嫂，我们要自救，警察得去调查，研究了钱村批后。哦，村批书记。好啦，难啲啦。好，时间无多，一家准批7、8万。
你也着爱走，也无意见。不过爱报咩？不管是绑匪来电，还是勒索讯息的内容，千万做唔得讲出去啊！还有，假做平时无使用的，本媒体继续知道，也将迄失踪有案取好，对冇？哪个意思啊？错查诶，有必要嘿？有。上次唔过去新媒体讲到有冤魔诶，伢出事哪款拉诶？唔脏啦诶，自以为是的干涉，俺用俺方法是够生硬诶，散啦。你听哪语啊无？你讲到嘛啦？云琪啊，叫你去查喏。先生，你真的不知道你太太昨天开车开得有多夸张？这么大的马路都能开上人行道。我知道，他们是故意的啊，不好意思。喂，李小姐，该做事哈，慢慢就会来不了哈，加油加油。听说他听说拍拖了，没问题。什么？俺那收一满钱。我们在这哪里不？俺妹就对着他演了。我出去，走出去！我走爸妈。姑嫂，客厅的蹦家。生人黑矮的，我说公开就公开啊。家属疏导为不明的雷天，得到2025-553西朗宝宝奖状联络部按期宣泄。行过两条路，上下爬过了个梦，讲过计划做得记得梦，两条路的尽头。沙地的爱有好，天空的有全部黑暗，抽样就模仿。